旗舉起啦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外檔應聲彈出美麗之星，中間紅福滿滿，內欄和順超影啊！中間位置呢，仲有呢隻灰馬綠衫嗰隻就好易揾，外邊朋友仔啊！大約第6度啦，馬林呢，咁啊紫色衫仲有誰可拼啊！再後啲嘅馬啦，先有好心思啦，連利多啊內欄白鼻箍灰馬嚟㗎，中間粉紅衫起等閒啊！再後多少先見到呢？仲有魅力知己啦，出邊尾4樂趣啦，尾3隨心隨意啊！尾2位置歡樂時光暫時包尾呢，就係嗰隻聖飛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育院彎咯，前面帶頭美麗之星啊，跟住第2位呢，外邊位置呢，62蚊就係呢隻朋友仔啊！再見到埋邊第3有呢隻紅福滿滿啦，和順超英就灰馬第4內欄，中間誰可拼啦？再見到喺外邊位置有好易揾啦，後一層嘅馬啦白鼻箍中檔呢，灰馬藍帽嗰隻就連利多，揈出去出邊追有好心思，再有啲先見到隨心隨意歡樂時光聖飛嗰啲馬，鬥到嚟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之星鬥緊紅福滿滿，和順超影呢都一路撳住啊追緊上嚟㗎啦，再見到後邊嘅馬仲有誰可拼啦，入邊位置連利多啦，出邊追上少少呢，仲見到有呢隻呢，咁啊就係好心思嚟㗎，最後100零米和順超影已經將美麗之星追過咗㗎啦，後邊有誰可拼接近終點，和順超影一出即贏啊，美麗之星第2、第3，誰可拼第4呢，就係呢隻樂趣嘅機會好似係高啲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和順超影好輕鬆喎，一路跟個位相當靚啊，賺晒內檔嘅形勢。美麗之星嘅放頭第2，誰可拼都係賺㗎，第3樂趣衝上嚟第4。哇！真係嗰個贏馬姿態幾輕描淡寫啊！撳住，好似神操啫喎呢課，係啊，係咪試閘嚟㗎？哇！呢只馬有幾多分㗎？其實啊，你都唔當裏面嗰隻美麗之星係馬咁，一路撳住就過咗佢啦。佢又唔驚你後邊有馬追到佢，總之望下個大銀幕，唉，安全啊！哇！呢個拆旗費都算易賺啊，潘頓話。